你有冇試過咁？搞柴係波友嘅日常，但點樣處理決定咗你下個禮拜仲可唔可以落場打波啊？佢落地嗰下，隻腳即刻腫到成隻豬腳咁啊，又瘀又痛，企都企唔穩陣。用冰敷確實可以暫時起到鎮痛嘅效果，但同時都凍結咗血液循環，減緩咗復原速度。之後幾日隻腳一用力就痛，行路都跛下，仲慘過老人家啊！不如試下呢個新式運動復原理念啦。喺急性期過後，即刻試下個紅光大排燈照落去，一種好舒服嘅滲透性溫暖包裹住成隻腳啊，同冰敷嘅感覺完全相反，腫脹部位好似俾一陣陣暖流慢慢咁樣疏通，淤血好快就好似化開咗咁。其中嘅奧妙就在於紅光可以快速促進血液新陳代謝，佢命令更多血液帶住營養衝去受傷嘅韌帶，同時將淤血同發炎物質快速咁樣運走啊！成個過程大大縮短咗消炎同埋消腫嘅時間，將復原時間表直至快進。第二朝瞓醒，隻腳嘅靈活度同琴日簡直係兩個世界啊！所以現代運動恢復嘅哲學就係要適當咁樣將冰封模式轉去到加速修復模式，咁樣先係最快返到戰場嘅王道啊！